一种声音，有人会听见，是你讲予家己听的话。有一款电影，有人有通看，主角是你。 心内话要讲予啥人听？是好是歹，只有家己知影。心内话要安怎写？家己的未来，剧情家己写。 一种烦恼，有人会插你，是你为着三顿度日子，有一款过去，成功也不如意，永远为重新开始。 有啥人听？家己的空嘴，只有家己知影倒位听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结局如何？主角也是我。 一种烦恼，有人会插你，是你为着三顿度日子，有一款过去，成功也不如意，永远为重新开始。 予啥人听？家己的空嘴，只有家己知影倒位听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结局如何？主角也是我。心内话，要讲。 予啥人听？是好是歹，只有家己知影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家己的未来，剧情家己写。心内话。 予啥人听？家己的空嘴，只有家己知。